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月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9篇第1节到第5节，30节到36节，出埃及記30章22節到38節，使徒行傳22章第2節到16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題是歸主。有一首聖詩，伊的名叫做《為主來做見證》。歌詞是安尼：為主來做伊見證，主是至好朋友，用主疼痛來保養，予人心無承受。副歌是寫：為主來做伊見證，榮光救主耶穌。為主來做伊見證，榮光救主耶穌。第2節的歌詞安尼講：為主來做伊見證，應該歡喜出聲，保養救主大疼痛，替咱放殺性命。第3節：為主來做伊見證，咱着保守光陰，若無盡力來見證，永永袂會安心。第4節：為主來做伊見證，信伊罪得洗清，逐日好膽來向前，路尾會到天庭。為主來做見證，是基督徒應該愛做的，因為就親像新的誡命所命令咱的。如果恁若彼此相疼，眾人要對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學生。這就是基督徒生命歸主的見證。基督徒的生命愛按照主的教導、律法要求來做，因為只有安尼的生命實踐，才是基督信仰的見證。佇舊約摩西的時代，上帝透過這個摩西所頒布的誡命中，來命令大家遵守。有一部分是關於這聖殿敬拜的規範。今仔日的經文出埃及記提到着迄個聖油甲香的這個做法。這個部分對現代基督徒來講比較較生疏啦吼。咱對聖經的經文出埃及記30章22節到33節，會通看到迄個標題寫湯抹的聖油。上帝閣對摩西講：你着取上頂的香料。香料就是流質的物液6公斤，香的肉桂3公斤，香的蒲草3公斤，桂皮6公斤，攏照聖所的公稱，以及橄欖油4公升，照着香料的方法來調和，做湯抹的聖油，就用這個油抹會幕甲約櫃，甲桌頂所有的器具，頂台甲頂台的器具香壇，燒化祭的祭壇甲祭壇所有的器具，以及洗腸的盆甲盆座。你着甲因分別做聖，互因正做至聖。所有摸着這個物件，攏正做聖。你着甲亞倫甲伊的囝抹油，互因分別做聖，做祭司服侍我。你着甲以色列人講：這個油要佇恁世世代代做我的聖油，毋通倒佇一般的人的身軀。
嘛毋通用即个调和的方法，做亲像即款的油，即个油是性的，你嘛着甲伊当做性。所有的制作，甲性油共款的油，还是用来抹这是以外的油，着对人民的人中间来甲伊计出。咱来搁再对出来记30章33节到38节的经文，看到这个香的制作方式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着摕所合香香梨、被上香才会香料，甲纯的乳香，逐项平同，用制作香料的方式做香，着用盐调和，互伊清气圣化。你着摕一束即个香磨做粉，凝做粉，下伫花木内底的柜前。我要伫遐甲你相会。你着看这做至圣。你毋通照即个方法为着家己做香，着看伊做圣，互归互上帝。若有人制作共款的香要偏芳，着对人民中间甲伊来计出。事实上，重点无伫即个制作的方式，乃是整个的过程的中间，甲尾伊的作用，就是要来分别做圣，来归互上帝。这好像亲像讲一个啦，基督徒的使命必须爱分别做圣，来归互上帝。亲像咱拄则已经讲过伫主日即个中间分享的迄个归主的信息共款。即种分别做圣的要求，对物件的准备的角度来看，拢必须爱照上帝的要求来做，才会当保持来圣别。咱去强调一摆，重点是伫迄个分别做圣的敬拜。基督徒的使命嘛是安尼，咱要来归主，基督徒必须爱勇敢去见证家己是怎样来领受救恩，成做上帝的儿女，要安怎活出美好的见证。使徒行传22章第2节到第5节安尼讲。因一个听到保罗用希伯来话对因讲话，就搁较安静。保罗讲：“我是犹太人，伫基利家的大数出世，伫耶路撒冷大汉，做加马列的学生。但今仔日伫路遮的逐位共款，有受咱祖先的律法严格的教育。”热心服侍上帝，我捌迫害信奉即个道路的人，互因抵到死，无论男女，拢甲因掠去关监。大祭司甲议会隆重的长老会当做我的见证，我嘛有对因得到互大马士革甲犹太同胞的批。后来我有去遐要绑条伫遐的信徒，甲因掠来耶路撒冷受刑罚。继续，咱搁伫使徒行传22章第2节，即个16节，保罗伊伫即个做见证，讲伊归主的即个经过。我行伫大马士革的时，差不多是中昼，忽然间有真强的光对天顶照伫我的周围，我跋落去涂骹，听到有声音对我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是怎样来迫害我？”我问讲：“主啊，你是甚物人？”伊应我讲：“我就是你迫害迄个拿撒勒人耶稣。”
遐会甲我做阵诶人看到迄个光，无听到我讲话，甲我讲话迄位诶声，我佮问讲主啊，我着做甚物？主对我讲起来，入去大马士革，伫遐有人会将我要指示你去做隆重诶代志，甲你讲。因为迄个光真惨目，我煞袂看见。我诶同伴就牵我入去大马士革，伫遐有一个人叫做阿那利亚，是一个遵守摩西律法虔诚诶人，不只受大马士革犹太人尊敬。伊来找我，徛伫我诶身边讲：“扫罗兄弟，互你会看见。”迄阵我随时会看见，有看到伊讲，咱的祖先的上帝已经拣选你，互你知伊的旨意，通看见伊迄位公义的仆人，佮听到伊的喙所出的声，因为你会将你所看见、所听见对万民做见证。那要得眼前起来领受洗礼，求叫伊的名通互你的罪得到清洁。基督徒必须爱伫生活的各方面来做见证，家己会改变，家己会归主。就亲像保罗伫生命改变了后，见证家己怎样受到圣神的改变归主。咱安尼生命改变是奇妙的，是完全彻底的。保罗嘛安尼来见证上帝怎样呼召来改变伊。搁一摆看伊的话，伊讲咱的祖先上帝已经拣选你，互你知伊的旨意，通看见伊迄位公义的仆人，搁听见伊的喙所出的声。因为你会将你所看见、所听见对万民来做见证。那要得眼前起来领受洗礼，求叫伊的名通互你的罪得到清洁。基督徒就是爱亲像保罗共款，咱有着这个初信的心，着爱有火热的为主做见证的心，决意为主来活，坚定的心志。诗篇69篇第19、第5节，上帝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水已经淹到我的暗领，我陷落去土的深的土埋，脚未会踏着实地。我着伫深的水内，大水淹没我。我因为后叫野生，我会然后打去。我因为听候上帝目睭花，无理由怨恨我的人比我的头毛较济。无缘无故对着我毁灭我的人非常强猛。我要头体竟然着行。上帝啊，你知我偌尼愚戆，我要对你隐瞒我的罪过。30节。我要用诗歌称赞上帝的名，嘛要用感谢尊伊做大，安尼做会互上主欢喜，比献牛献有角有地的牛犅搁较好。困苦的人看见会欢喜，找求上帝的人的心会活起来，因为上主听善切人的祈求。无看见为了伊受关押的人，愿天甲地称赞伊，海甲迄内面一切的动物拢称赞伊。因为上帝要救锡安，重建犹大的城，因为得到应允的地做产业，伫遐徛起。伊的仆人的后代会承受迄个地，听伊的人会伫遐住落去。求主帮助我伫生命中间为主来活出美好的见证，互人日捌
就会当看见阮生命完全的改变。因为圣神的权能，阮会当完全无共。感谢主赏赐救恩的能力来改变阮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